唔知大家敢捌听过29暝传说？其实咱台湾嘛有家己的故事哦。古早有一个丁教去骗玉皇大帝，讲百姓真讨债，玉帝真生气，决定要处罚这百姓，互台湾沉去。伫沉去进前，百姓互相相识，做伙食饭。后来这个故事就互解说做是围炉的由来。 相信大家拢有听过一个传说，就是伫29暝迄天，你的炮啊爱放好大声，才有机会甲年兽赶走。毋过你敢知影，这个传说是对中国来的？伫台湾嘛有一个和围炉有关系的传说，伊嘛是一款动物，号叫做丁猴。 古早人认为万物拢有神，啊那神明道顶面的垃圾台内底生号号做丁猴，伊徛伫咧神明道顶面，责任真大。若是徛无好，厝里会烧起来。毋过因为台湾人拜拜时从来无甲伊拜，引起丁猴不满，去甲玉皇大帝斗，讲台湾人忘恩背义。玉皇大帝听了非常生气，决定伫咧正月初一的时，互台湾岛沉入去海底。 台湾人知影讲啊，台湾要沉即只海啊，吼！咱伫即个沉岛进前呢，咱就是甲迄个所有神明拢送上天，吼！所以咱台湾的风俗12月20送神。伫咧沉岛的前一暝，家家户户做伙食上尾一顿青草的，所以才会有围炉。围炉了后，是大甲遗产分互厝里的人，也就是现在第2钱，等待台湾岛沉入去海底，大家规暝无困，就是守透暝由来。结果呢，台湾竟然无沉啦。 因为咱神明送上天，遐神明去找玉皇大帝解说啦，讲台湾人并毋是安尼无情无义啦。玉皇大帝改变心意，家家户户拢咧放炮啊庆祝，所以第2天小拄大拢讲啥？恭喜哦，恭喜！做台语配音员10外档的圆仔姐姐，也甲丁猴的故事写做台语绘本，希望互台湾的囡仔知。较早咧看年兽的时阵，就会感觉讲，甲我的生活的经验。 敢若无啥合，后来我才知影讲，其实咱台湾的过年故事有一个叫做丁猴的，了解了后就发现讲啊，这完全就是我的生活的经验嘛。伊仔姐姐讲，伊接触过真济台语家庭，希望台语家庭的囡仔会当有搁较济台语故事册，除了是全台文的以外，伊嘛有提供台语的解说，希望丁猴的传说会当陪伴咱的台湾囡仔大汉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